好，聖道家林堂弟兄姊妹，今日6月24號大家好，我哋而家就聖道家林堂咧聽緊耶穌生平馬可福音最後嘅一個階段啦。14章咧，我哋分幾日聽嘅。尋日嗰段短啲，我就有一個嘅總結或者簡介短片嚟幫大家嘅。今日我哋聽11至31節，講緊耶穌即將上耶路撒冷被去到喺耶路撒冷城被捉拿、被鞭打迫害，然後死之前最後嘅幾個群體嘅說話啦，同門徒嘅一啲嘅說話啦十二使徒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，去見祭司長，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他們聽見就很高興，又應許給他銀子。他就想怎樣找機會把耶穌交給他們。除酵節的第一天，就是宰逾越節羔羊的那一天，門徒對耶穌說：你要我們到哪裏去預備你吃逾越節的宴席呢？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：你們進城去，會有人拿着一罐水迎面而來，你們就跟着他。無論他進哪一家，你們就對那家的主人說：老師問，我的客房在哪裏？我和我的門徒要在哪裏吃逾越節的宴席？他會帶你們看一間擺設齊全、準備妥當的樓上大廳，你們就在那裏為我預備。門徒出去進了城，所看到的正如耶穌所說的，他們就預備了逾越節的宴席。到了晚上，耶穌和12使徒都來了，他們坐席正吃的時候，耶穌說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與我同吃的人要出賣我了。他們就憂愁起來，一個個地問他：不是我吧？耶穌對他們說：是12人中的一個，就是同我蘸餅在盤子裏的那個人。人子要去了，正如經上所寫有關他的。但出賣人子的人有禍了，那人沒有出生倒好。他們吃的時候，耶穌拿起餅來，祝福了，就擘開，遞給他們，說：你們拿去，這是我的身體。他又拿起杯來，祝謝了，遞給他們，他們都喝了。耶穌對他們說：這是我立約的血，為許多人流出來的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，直到我在神的國裏喝新的那日子。他們唱了詩，就出來往橄欖山去。耶穌對他們說：你們都要跌倒，因為經上記着，我要擊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。但我復活以後，要在你們之前往加利利去。彼得說：雖然眾人跌倒，但我不會。耶穌對他說：我實在告訴你，今天夜裏雞叫兩片以前，你要3次不認我。彼得卻極力地說：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，也絕不會不認你。所有的門徒都是這樣說。好，咁我哋喺馬可福音入邊咧，你就唔係好突出見到咧，出賣耶穌嗰個係猶大嘅，係嘛？佢冇話特別講嘅咁我陣間再講。嗱，首先咧，佢哋就喺城外嘅，你見到佢就叫啲門徒咧進了城啊嘛，入城去揾一間屋招待佢哋去過節。其實呢個係相當難嘅。第一咧就係當時成個城都係即係過節啦，咁就過節期啊，過新年啊，咁啊好多人喺外邊嚟嘅。舉個例子，好似我哋長洲嗰啲咩飄色啊咩咁樣，咁咪五湖四海，即係周圍啲人就遊覽也好，宗教也好，咪湧晒入長洲咯。咁耶路撒冷當時就係咁咯。咁第二就係耶路撒冷城入邊人咧驚啊，唔係個個都中意耶穌噶喎。你咪記得嘛？之前我講過係嘛？
係嘛？咁你就算你話，我接待耶穌，我中意聽佢講道，係嘛？但你嘅鄰居唔中意佢，當耶路撒冷城內嘅宗教領袖唔中意佢，你會唔會都避嫌係嘛？即係劃清界線呢？但係竟然呢，門徒都遵行耶穌嘅吩咐，就好自然、好順暢入去揾到個地方。其實呢個對於當時嘅門徒嚟講好驚訝噶，神蹟一樣噶，係嘛？啊，你記得之前講嘛？耶穌都係喺出邊居住，然後入城教導，跟住又出翻城，又入城出城入城噶嘛。今次呢，佢成功入城，有地方住添，係好特別。咁咧呢個就逾越節嘅晚餐啦。耶穌咧就講清楚啦，就好似我哋嘅聖餐咁，有餅同杯啦啊。咁最後咧，佢哋就話有人要出賣佢，係嘛？出賣耶穌。咁如果當時嘅人真係知道出賣耶穌就係要令耶穌死釘十字架咧，睇嚟經文唔係咁講喎，好似佢哋唔係好清楚喎。就算話知道有人出賣咧，都冇諗過係咁嚴重嘅結果喎。所以咧，彼得都話：哎呀，我要跟住你，你去邊我又去邊咁樣。嗱，咁耶穌就知道咧，佢哋將來咧係要經歷咧好大嘅即係心理掙扎，再一次決定到底跟隨耶穌要付上一生值唔值得咧？咁樣係嘛？就係咁。咁我哋當然結局我哋知道，佢哋見到耶穌死同埋耶穌嘅復活，佢哋願意一生交俾主嘅，係咪？希望都成為我哋嘅鼓勵啊！我哋一生交俾主啊！聽日繼續聽啊，好嘛？好，今日停喺度，拜拜。